黃旗舉起隨時起步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快閘嘅話，中間黃衫做好自己啊，響外邊仲有進逆快車啊，最出啊同心同樂走咗上去第4位指啊，後邊嗰4匹馬加州熱浪啦，內欄尾衫啊深紅紅啦，尾衣淺藍衫新力好啊，響後邊內欄白衫白帽呢就金梅千歲嚟㗎。好啦，正進入直路啦，前面同心同樂仲係佔先啊，做好自己呢，響佢外邊就率先上嚟向佢挑戰啊，響入邊有呢隻呢就綠野飛馳啦，咁啊再後多層馬閃光燈啊，中外檔追進逆快車，外邊佔滿同行。出邊咗深紅紅啊，最後100零米同心同樂，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埋邊啊綠野飛馳，中檔位置仲有做好自己，出邊啊自滿同行啊，接近終點同心同樂贏出大年初三尾場賽事第2名係綠野飛馳啊，做好自己第3，自滿同行跑第4，結果今場賽事同心同樂就係擺咗喺前面放頭，結果一放到底啊，綠野飛馳響埋邊追逐成條直路噶啦，跑第2。第3名做好自己，第4名外邊係自滿同行啊！結果單日轉向係落咗去尤達榮同麥文堅身上，兼且一放到尾全日得佢啫。